应该是讲这个为阮爸爸妈妈开始啊，因本身就是住在婚林嘛，因嘛伫婚林出世的啊。啊，阮这住在理伦那家，大概拢是进产的啊。啊，因自细汉出世就开始讲台语安尼啊。娶某生囝了，嘛是教育因的囝嘛是讲台语安尼啊。所以我台语安尼嘛是自细汉甲阮教。你6月转来啊？6月就。6月啊。安尼实习就结束安尼。无啦，未。你转来参加咱婚礼啦。即届疫情遐严重，大家拢唔敢出去买，啊，拢凊彩食食，啊，变做物件都少，物件广告以前也有啦，吼，因为即摆这春天的菜吼，伊的发育期足好的，啊，佮药啊嘛省啊。阿嬷伊就即世人拢住在遮进产啊，住在庄卡所在啊。你即摆有法度甲伊讲的嘛是讲台语尔，厝边头尾大家拢嘛是讲台语安尼啊。啊，我感觉讲啊，讲台语嘛，感觉来趣味好耍安尼，啊，就变转来就甲伊讲台语啊，啊伊嘛甲你教台语嘛讲安尼啊，嘛趣味安尼。呀，嘿啊，即摆都细丛啊诶，你敢知影当时的修行？这布长偌久啊？爱偌久？爱到5月哦。这爱偌久？3个月还是4个月哦？布产爱4个月就爱修行安尼哦。啊，即摆是种什么菜？你敢知？你知道种什么菜吗？你敢咪袂灵啊？近期我记得是高中的时阵啊，迄学校有迄推广迄讲台语比赛，啊老师就问学生仔讲，什么人要起来参加安尼啦？啊，我看大家感觉都无啥人要抓手安尼，我就想讲，即嘛感觉袂歹，啊，头一届办安尼，可以嘛？我嘛想讲趣味安尼啊，啊，我甲老师家己推荐家己讲，老师我会使去参加课嘛安尼啊。代表讲这就是香甜啊。咱有泡个平时。我再食看卖袂甜。讲台语就是伫厝安尼啊，就是开讲安尼，食饭食饱啊，创啥安尼。啊，跟若去比赛佫无共哦。比赛你该知影迄字啊，要安怎讲，要安怎发音。啊，自在嘛是最紧张的，伊嘛唔知影讲，即句话要安怎讲台语，要安怎去讲，对。因为阮讲拢是简单的迄种，啊去比赛变讲，你爱变较专业的去讲台语这词安尼啊。啊。也要参加比赛进前会先去训练嘛，啊训练老师拢会去甲你教讲要安怎讲要安怎讲啊，你就一届去改啊，改你的发音啊，去改你的要安怎讲啊，改你的口气啊。啊训练到后壁变做自然的，你就想到直接讲出来。真正要去比的时阵是佫还好，因为我感觉准备好啊，你就是徛迄原地，你就是大方的去表现家己安尼啊，所以我感觉即届。比落来，我是感觉对家己的表现是感觉袂歹安尼啦，嘛增加我讲我对迄台语的讲话的信心安尼啦，系啊，所以我就从遐位开始感觉台语这语言是袂歹安尼啊，所以我就当初就一直讲台语安尼，讲到即摆安尼啊。卡，我就无代志，尽量莫去插啊。卡嘛，平头卡。你的卡佫废去，你家己讲是。卡都袂使走。啊对，你人爱伫遐等。对啊，我捌离环了北路啊。系啊。阮爸妈嘛知影我做领长，啊嘛是真支持啊。啊，有当初若无因两个老的就会去斗相共啊，去落传单啊，啊去办公室去帮忙安尼啊，活动啊，去做迄工作人员安尼啊。因为阮兜本地就是再去行善啊，做热心的啊，去服务安尼啊，去像因本地阮有参加迄布施，就去台湾迄一撮较偏乡的去分迄啊，分米啊，分豆油，分柴米油盐酱醋茶安尼啊。啊，我看因安尼做嘛，我感觉施比受更有福安尼啊。阮会使去为人去做服务去付出，阮无讲要去得到啥，啊，搁你听到人一句甲你讲感谢、谢谢，就感觉足甘心的迄种，阮就足享受这种感觉安尼啦。有哦，好。我这边先3张。
你倒分黑好啊？好啦，你倒分黑安尼。啊伊我这小弟可以遐嘿，啊你若受手要爱几张你摕伊就好啊。好。叫问你几零？高龄？70。伫这边，伫遮小等者，嘿，这排人较侪。哎，这边无生意。60后，来。我看卖。若是时间要我6点的时阵，规定囡仔就亲像有经过训练的部队，大家拢要行100米的速度，总转去家己的厝，准备食饭配电视。即阵规条巷仔就不时放送出放假的主题曲甲音乐声，定定嘛会偏向无共口罩阿母手落菜的香味。这个感情拢真好啊，这拢住足久的啊，对这个环境啊，对这个一撮迄故事啊，啥物拢知影安尼啊。这上侪啊，上闹热就是可能倒粪扫的时阵啊，啊无就是阮这里面办活动的时阵，大家就做伙出来安尼啊。啊，阮这因为阮这是老社区啊，老岁仔人特别多啊。因为唯一的兴趣就是开讲泡茶啊，讲搭水果安尼啊，所以你当时嘛看到这个画面嘛，感觉真趣味安尼啊，嘿啊，所以大家感情拢真好安尼啊。嘿啦。可即嘛少年的心情嘿啦，我是在60的林长啊，我住喺头前葫芦街遐啦，4到9号迄边啦。哦，你无共，你是无共，你几龄的？阮。然后平常时做业务做无闲安尼啊，有当阵走来走去安尼啊，啊像即满人较有时间啊，下晡啊，就会来这海公公园啊去关心遐个长者安尼啦。啊，而且阮公里遮住的时大人较侪啦，就是迄平均年龄拢是较侪岁安尼啊。伊嘛讲足侪啊，你若开一个头会甲你讲哦，讲足久安尼，啊看因欢喜安尼笑，我嘛感觉。嘛甲因共做伙足欢喜安尼啊！你出来运动尔，你特别休困啊？我出来我就开始行尔。我行5年啊。行5年啊！哇，你运动比少年仔较骨力呢。我莫讲少年人要来斗相共，要来做这个代志，嘛是本地是在地，就是大家拢是住喺遮的，啊嘛是伫遮去生活，伫遮大汉的。啊，你对你的这个社区的了解一定是较多嘛。你住久，你就会想讲，你即马因为即马的资讯拢足多嘛，啊，你看迄物件一撮改变，佮有即马的社会资源的愈来愈多安尼。啊，阮少年人就是有对着这个趋势、这个时事去行，啊，就想讲啊，会使做一撮少年人会使做的代志啊，譬如讲一撮做一种宣传啊，迄种一撮海报啊，因为阮这是老的社区，嘿，啊，即马阮这样少年人去。道路时阵会使变少年人甲老岁仔会使去做，我感觉再去做连结就对啊，就免讲做青训安尼啊。这种少年人出来去做一撮代志，啊一撮遐老人啊，嘛会看到讲，即马少年人是做骨力的，是肯做、肯拍拼安尼。就是迄种，我感觉是一种资源去共享迄种概念安尼啊。